各位主內嘅弟兄姊妹平安，歡迎大家嚟到今次嘅查經祈禱會。讓我哋呢先喺神面前安頓我哋嘅身心，等陣呢會有1分鐘嘅安靜時間。我哋將一切嘅思慮，我哋今日嘅勞苦都可以交託俾神。咁我哋而家有一齊安靜默禱嘅時間。讓我哋同心禱告，創造天地嘅萬有之主，你嘅名超乎全地至高，你被尊崇遠超萬有之上。我哋要高唱頌讚你，多謝你賜俾我哋新嘅一日。喺每一日，我哋都要先求你嘅國同埋你嘅義。願你和你堅定嘅愛繼續同我哋同在，保護我哋免受兇惡，亦都讓我哋脫離忙亂嘅思緒，重新招聚喺你嘅臨在上面。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咁經文呢有講到，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嘅名，叫一切在天上嘅、地上嘅和地底下嘅，因耶穌嘅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喺一切之先，讓我哋嘅靈先甦醒，一同嚟頌讚全地至高是我主。甦醒，心獻頌讚歌聲，投在你的翅膀，願你施恩救情，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和，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慈愛達到穹蒼處，因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投在你的翅膀，願你施恩救情，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和，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慈愛達到穹蒼處，因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慈愛達到穹蒼處，因慈信實並
並此刻寬容饒恕，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慈愛達到穹蒼處，因慈信實並此刻寬容饒恕。願上帝嘅慈愛一直係圍繞住我哋，就算喺呢個世界不斷嘅變更，科技嘅發達令到社會都有唔同嘅景象，既可以為我哋帶來好便利嘅生活方式，但係同時亦都帶嚟咗好多嘅挑戰同埋衝擊。今日呢，有魏文俊傳道為我哋分享跟隨耶穌系列之在科技社會中跟隨耶穌。有請 Ben 傳道。各位弟兄姊妹晚安。頭先咧唔該間傳道咧都幫我哋咧講咗今晚嘅題目啊，就係喺跟隨耶穌嘅系列第4講啦。今次咧嘅題目咧係喺科技社會裏面跟隨耶穌。呢個題目咧其實今年呢個系列講到咧有2個重要嘅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就係跟隨耶穌，我諗咧大家都唔陌生啦。之前咧有3次咧去到講喺咩嘅主題之下跟隨耶穌。今次咧我哋要先去定義咧乜嘢係科技社會先啊，我哋先會有得會再去思想落去。提到咧科技社會啊，唔知大家即刻諗到啲乜嘢呢？我諗咧大家第一時間咧應該會諗呢樣嘢，圖好細啊嗬，不過咧可能你都仍然會見到咧中間有個英文字叫做 AI 係咪啊？即係一諗科技社會咧，我諗你就會諗到 AI 啦，都係好細嘅。不過可能大家會即刻會諗啊，咁科技社會就等於 AI 啦，應該係咪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點樣去運用 AI 去跟隨耶穌呢？我喺預備呢個題目嘅時候咧，就即係上網去搜尋啊，揾下2025年咧有咩好重大嘅突破科技咧？唔知大家有喺呢12樣裏面10樣裏面啦，又用咗啲乜嘢咧？有邊樣大家會有用到嘅咧？我諗咧應該都係 AI 嘅生成搜尋係大家會有用啦。其他咧有啲可能大家用唔到㗎，咩綠色鋼鐵啊、幹細胞療法啊嗰啲咧，可能大家咧冇乜點用。可能咧自駕計程車啊，即係有啲揸車嘅就可能會即係會用到啦，或者你有叫開車去搭車嘅都會用到。不過咧我哋最常用咧都好大機會係AI。我自己咧就除咗諗 AI 之外，就可能諗下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啦，或者我係好中意天文嘅咧，就諗緊其實咧太空旅行咧可能都係科技社會即係其中一樣咧會帶俾我哋嘅變遷嚟嘅喎。其實咧喺媒體裏面咧真係發展得好快啊！我諗我哋今日咧最常接觸到或者最影響到我哋咧就係媒體同埋 AI 呢樣嘢啦。有人咧會提出要善用科技去傳福音啦，所以咧就好似上星期差傳祈禱會咁啊，大家有出席嘅話咧就會發現咧嘉賓就分享咗點樣可以用 AI 呢啲科技用媒體咧向新一代呢啲嘅人咧去到傳福音。所以咧喺陣間落嚟嗰10幾分鐘咧係唔會聽到呢個部分嘅，因為佢哋上個禮拜已經講得好好啦。如果大家好想重溫咧，就可以上網揾翻差傳祈禱會嘅直播，即係再重溫一下啦。但係咧其實都有人咧會覺得科技係洪水猛獸嚟嘅喎。唔知大家咧睇新聞咧有冇睇澳洲一個新聞啊？喺12月10號咧，澳洲就有一個禁令啊，就係咧將大家右下角嗰個圖畫嗰啲社交媒體咧禁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去到使用呢啲社交媒體喎。咁個禁令係幾得意嘅，就係青少年佢哋即係禁用某部分嘅社交媒體啦，佢哋用咗咧或者佢哋用咗之後咧，佢哋青少年啦同埋家長咧係唔會受罰嘅喎，係嗰個機構社交媒體嘅機構要罰錢啊。
大家都會明白啦。其實喺呢個議題上面咧，禁完咧就總有辦法嘅。所以我即係尋日再上網揾咧，究竟而家澳洲發生緊咩事咧？佢哋就真係冇用呢啲社交媒體啦，就改用咗小紅書咯。係啦，大家會發現其實咧，所以你諗呢個議題上面咧，可能禁止咧，可能唔係最適合嘅出路啊。因為你同我咧，其實譬如今日嚟祈禱會之前，或者你應完咗祈禱會，完咗特別嘅會友大會之後咧，你都必定會用社交媒體，一定咧會用手機去同人聯絡，會睇下咧自己社交媒體啊係點樣。所以咧，我哋真正要問嘅問題咧，其實係做主嘅門徒咧，點樣去面對科技社會帶嚟嘅衝擊啊？而唔係我哋諗點樣用呢啲工具，而係諗嗰個價值觀帶俾我哋衝擊嘅時候，其實喺上帝嘅話語裏面，我哋可以點樣面對呢？我咧就諗咗兩節咧，好大家耳熟能詳嘅經文，亦都係前年去查經咧，其實我哋查過嘅就係羅馬書12章1至2節呢兩節經文咧，去做一個主幹回答呢個問題。我邀請大家同我一齊讀出呢兩節經文啦，準備起。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唔該晒大家。第一節咧就講所以啊，所以咧都真係要講翻咧上文係講緊啲乜嘢？呢個所以咧係聯繫住11章33去到36節呢幾節經文，講緊咧保羅話一切嘅受造物都係源於上帝，並且咧係依靠上帝而存有嘅。所以所有受造物，包括你同我一切嘅嘢咧，其實應該以榮耀神去做最重要嘅目的。保羅咧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就講，因住神嘅憐憫啊，眾人嘅恩典，門徒咧要將身體當成活祭去獻上。嗰個活祭咧，保羅去講緊嘅咧就係話俾我哋聽，每日去獻上咧係理所當然。侍奉呢個字咧，喺原文另一個意思係敬拜，並唔係咧講緊大家星期六日去到返嗰一個半鐘頭左右嘅崇拜，而係講緊呢24小時大家嘅生活嘅信仰嘅生活。呢個咧係保羅所指嘅敬拜。而呢一句嘅直譯咧就係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就係講緊佢話你哋呢個就係你哋理所當然嘅敬拜，即係話呢個係我哋門徒去經歷主耶穌嘅拯救之後最合理、最合邏輯嘅生活模式。門徒去經歷上帝赦罪拯救嘅恩典，要過合神心意嘅生活咧，係最合邏輯嘅決定。保羅用身體同埋活祭都表明上帝咧其實冇叫我哋作為基督徒信咗主之後咧就隱居離開羅馬政權生活啦。大家仲記得咧羅馬書係嘅背景咧係信徒喺羅馬嘅政權背景下生活。保羅咧唔係叫佢哋離開整個即係政權去隱居，而係咧叫佢羅馬信徒咧要活出聖潔同埋咧有主所喜悅嘅生命，話俾信徒知道喺地上面生活咧要得神嘅欣賞。所以喺咁樣嘅前提下咧，其實保羅就對羅馬信徒講咗兩個好重要嘅命令，而呢兩個命令頭先大家都有讀到㗎啦。第一個重要嘅命令咧就係唔好效法呢個世界。首先保羅就禁止佢哋咧效法當時嘅世界。效法係咩意思呢？如果用今天嘅講法咧，就係唔好同呢個世界成為同一個樣啊，成為同一個模樣。如果用保羅嘅説話，就係我哋要拒絕被世界同化啊，唔好俾呢個世界同化。因為耶穌基督其實喺十字架上面已經為我哋門徒死而且復活啦。佢將人去實踐公義生活嘅獨特能力賜咗俾我哋每一個門徒。所以跟隨主嘅門徒咧，其實要極力抵抗住喺時代所帶嚟嘅價值觀嗰種嘅影響。當時猶太嘅信徒同外邦信徒咧喺羅馬生活嘅，
喺羅馬書裏面呢個背景就係佢哋信徒唔同嘅背景，信徒面臨衝突，亦都要諗點樣喺羅馬政權裏面呢去有公共層面活出見證。保羅呢個命令呢，其實就係勸勉緊信徒要拒絕當時流行嘅價值觀，即係唔同背景嘅信徒就要即係合一啦，要喺羅馬政權之下呢，仍然去活出好嘅見證。羅馬書嘅背景咧係咁樣啊，咁今日即係科技帶俾我哋有咩即係價值觀嘅衝擊呢？我喺呢度咧嘗試舉出兩個例子，不過咧要講即係先講明啊，因為咧都科技社會咧其實都牽涉住一啲之前可能咧主題有講過。特別咧即係去第一個禮拜咧，嘉琪傳道去講消費文化，所以咧都真係無可避免咧，呢兩個例子咧都會牽涉一啲位。第一個咧就係正係即係消費文化帶俾我哋嘅影響啊！科技社會咧其實係會加劇咗消費文化帶俾我哋嘅影響，會令我哋物化咗人同事。物化係咩意思咧？就係我哋忽略咗人本身應該有嘅感受，淨係睇到事情嘅結果。人嘅功能同埋人可以做到嘢嘅成效。簡單講啦，就係以前咧，大家寫一篇文章咧，唔知要用幾耐咧，500字，可能都好耐啊！我仲記得即係小學可能中學啦，中一中二咧，要寫一篇500字文章咧，都要30幾分鐘嘅。老師叫我哋作文。但係而家咧，大家有 AI， 請問要用幾耐作一篇500字嘅文啊？1分鐘係咪啊？你簡單俾個題目佢就諗到啦，所以咧其實當我第一次收到呢個祈禱會嘅主題嘅時候，我都將個即係主題擺咗上 AI 度問下啊，其實咧呢個主題可以點樣同弟兄姊妹講咧？咁樣佢好快1分鐘咧羅列咗10幾點俾我，亦都包括咗經文。咁啊，如果用嘅話咧，其實搬字過紙咧係都好慳時間㗎喎，其實就即刻可以攞嚟講㗎啦。可能大家咧都未必覺，不過咧，喺當中就失卻咗思考嘅過程。原來我哋喺用社交媒體或者用 AI 科技帶俾我哋嘅，我哋會忘記咗中間嘅過程，亦都咧去讓我哋覺得原來人同埋事物帶俾我哋嘅只有功能，忘記咗咧其他人係有唔同嘅感受。感受對我哋嚟講，對人嘅連結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呢個係第一個咧帶俾我哋價值觀衝擊嘅問題。第二個咧就係喺社交媒體我哋用嘅時候咧，其實係不知不覺讓我哋去建構住同現實不符嘅虛假嘅身份啊！我曾經咧喺網上面睇過一條短片嘅，嗰個人咧係常常都去做一啲即係司儀啦，包括婚禮啦，或者一啲即係大家睇到一啲可能大嘅場面嘅司儀啦。佢話啊，點樣可以令到多啲人去覺得你做司儀係做得好，同埋係你呢方面專業咧？可以點樣做啊？就係當你每一次做司儀嘅時候咧，你就影張相，然之後擺上你嘅社交媒體。然之後咧，你就話啊，今次咧真係非常之好啊，做得啊好多謝邊個邀請我啊。久而久之咧，嗰個人就話啦，其他人就會覺得喺社交媒體上面淨係睇到啊，你係好精於嗰件事啊，你做司儀咧原來係非常之好噶。世界嘅價值觀係咁，其實對於基督徒可能都相仿噶喎。大家試下唔好而家完咗，即係特別會有交流會先，你打開你自己嘅社交媒體望下。你上載嘅係咩相？通常咧都係食嘢啦，好開心啦，好美好嘅一面嚟嘅喎。好多真實嘅事情咧，我哋都唔會 po 上網嘅，唔會擺上網嘅。特別啊，我如果假設我今天同我太太啊鬧交，會唔會擺上網咧？啊，今日同老婆咧嘈咗一場好大嘅交啊！應該唔會擺上網，我都未見過有人咁樣做啊！除咗有啲即係嘅群組係去講一啲太太啊或者先生嘅問題啊。我哋有好多時候都會咁嘅。唔係話叫大家將所有嘢都擺晒上網啊，好同唔好都擺晒上網就係對喎。而係我哋有冇即係有冇喺呢啲嘢上載上網嘅時候，我哋連自己都呃埋自己呢？意思係我哋上載好多經文上網啊，有時我哋靈修完咧都會好，我有時咧都靈修完之後咧會將嗰個版面咧即係截圖啦，然之後擺上網啦。咁有啲
弟兄姊妹就問我：哇，呢個寫得好好啊，係咪你寫㗎？跟住我話唔係啊，其實係人哋嗰啲即係嗰啲靈修嘅即係嘅 app 寫㗎啦。咁久而久之咧，可能有人就會覺得哇，原來阿 Ben 咧 Ben 傳道靈修好好喎，佢成日都有靈修㗎喎。本身靈修冇問題㗎，不過我哋會唔會自己都有時欺騙咗自己係其實我本身同上帝關係或者同其他人關係都唔係咁好，而我以為去上載呢啲嘢呢，就會即係令我哋都覺得同嗰啲人或者甚至同上帝嘅關係好親密，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咁呢。唔好效法呢個世界。我哋有冇諗清楚其實我哋上載嘢嘅時候，我哋自己真實嘅身份係咩呢？所以保羅咧接住呢個負面嘅命令啊，接住就有第二個命令啦。佢講緊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成句嘅直譯咧係但要被改變形象，透過更新你哋嘅心態。我哋原本個形象係咩呢？本來係上帝所創造，有上帝嘅形象嘅。但係咧，因為即係始祖犯罪，我哋帶有原罪，而我哋人咧都有即係會有好多嘅罪喺當中。但係因為主耶穌基督嘅拯救，我哋喺上帝面前就成為義人。我哋嘅形象要被改變，去學像耶穌佢嘅形象。所以保羅就話：我哋嘅形象要被改變。改變為嘅係咩呢？就係要去察驗神嘅善良、純全、可喜悅嘅旨意。察驗就係我哋常常都要講，我哋要做分辨。而善良、純全、可喜悅嘅意思就係依次序呢，就係講緊美好、完全同埋討神喜悅。第二個命令係積極嘅，保羅去鼓勵羅馬信徒喺艱難裏面呢，依然要緊靠上帝嘅恩典去活出美善嘅見證。回應住剛才兩個事例啊，所以喺用呢啲科技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學像主耶穌呢？究竟我哋有冇學像主耶穌呢？第一呢，我諗回應返消費主義帶俾我哋嘅問題，消費文化物化帶俾我哋嘅問題就係，我哋要諗返作為門徒，其實我哋唔單單淨係同主耶穌結連，都要同人同整個世界去到結連。呢個結連係包括住社交同埋情感，同埋我哋同弟兄姊妹嗰種用愛去到相連。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2章12至13節，即係我哋熟悉嘅愛篇之後，佢就提出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浸，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保羅喺林前12章嘅愛篇之後，就提醒門徒要互為肢體，要謙卑。因為當時哥林多嘅信徒就係因為佢哋覺得自己有特殊嘅恩賜，就驕傲起嚟。保羅話：你哋要謙卑啊，因為弟兄姊妹係因住基督成為一個身體。所以我諗能夠回應嘅，特別喺教會裏面侍奉嘅各位弟兄姊妹嘅係，我哋喺侍奉裏面，我哋要記得保羅嗰個關於愛嘅教導，讓基督嘅身體協調。其實喺侍奉嘅果效之外，同人相處都要帶住愛，都要明白別人嘅感受。原來別人都係有難處，我哋亦都要明白，其實假若上帝想成就一件事，我哋未必需要做到好盡、好即係精確，反而可能上帝如果要成就一件事，佢好簡單就已經可以處理到。但係我哋作為信徒能唔能夠活出愛，可能係我哋自己去侍奉裏面呢，保羅好大嘅提醒。第二，去回應虛假身份帶俾我哋嘅即係一個錯誤嘅價值觀，我哋就要諗翻其實我哋嘅身份係乜嘢。我去諗呢，就係創世記12章1至3節啊。當上帝去呼召亞伯蘭嘅時候，佢同亞伯蘭講啊：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嘅地去。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嘅名為大。但係更重要嘅，我諗喺後面啊，你要使別人得福，為你祝福嘅，我必賜福給他。詛咒你嘅，我必詛咒他。最後一句，地上嘅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上帝揀選亞伯蘭，要佢得福，目的係令到別人得着祝福，地上嘅萬族都因住佢得到祝福。弟兄姊妹，我哋喺社交媒體上面建構一個虛假嘅身份唔自知，可能今日主耶穌藉住今日嘅經文去提醒你，做主嘅門徒係要堅守自己嘅身份。無論科技點樣轉變，我哋其實應該要認定自己係上帝所揀選嘅人。我哋都要做上帝順命嘅兒女，令到別人得福。我哋正視一下自己同上帝、同屋企人、同我哋嘅伴侶、子女、我哋朋友嘅關係。其實我哋會唔會因為社交媒體，我哋錯誤咁樣判斷咗呢啲嘅關係呢？上帝要點樣用我哋，以致令到我哋身邊嘅人去認識主耶穌，得着祝福呢？唔好效法呢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保羅咧佢話：我哋察驗上帝嘅旨意，活喺其中呢，就能夠討主喜悅，活出美善。其實科技社會有好多變化嘅。幾十年前呢，其實我都經歷過冇上網嘅年代。我諗在座好多人呢都經歷過冇上網嘅年代。我諗喺大家細個嘅時候，冇人會諗過你攞住一個咁細嘅機器，就可以同世界上另一端嘅人去接觸同埋溝通。就好似喺祈禱會之前，大家都知夜晚嘅祈禱會又有直播嗬。我能夠將直播嘅連結去 send 俾太太話啊，一陣間咧你撳直播就見到我啦。我諗幾十年前大家從來冇諗過可以咁樣做喎，最多都係打下長途電話。咁我哋又諗下幾十年後科技會變成點呢？會帶俾我哋有咩影響呢？會唔會好似我其實去想像我係好中意天文嘅有一刻咧，其實真係去太空旅行係好輕鬆。究竟科技會變成點？我哋唔知道。但係咧，我諗做主門徒嘅我哋唔係追上科技嘅變化。事實上我哋都追唔到啊！上個星期差傳祈禱會嘉賓咧，我好深刻有一個分享就係佢羅列咗有100個 AI 嘅工具咧喺2025年㗎。然之後佢就話：咁2026咧，可能有更多嗬。事實上我哋都追唔到㗎，而係我哋要留意喺科技變化底下嗰種嘅核心價值有冇衝擊到我哋作為門徒嘅價值觀。我哋用上帝嘅話語去應對。然後我哋去過一個討主喜悅、榮耀佢名嘅人生，求上帝去幫助我哋，唔好效法呢個世界，心意更新而變化，學像主耶穌。我哋一齊祈禱啊！主耶穌，我哋感謝你，你賜下寶貴嘅聖經話語。係啊，可能今天其實我哋打開實體聖經嘅人已經少之又少，但係主，我哋深信你嘅話語唔係淨係喺實體聖經呢一個平台底下，即使喺網上，喺我哋嘅手機當中，你嘅話語仍然係有力，仍然係好似兩刃嘅劍一樣，去讓我哋能夠得着滋潤、得着提醒、得着成長。求你去幫助我哋，當你自己嘅話語藉住你聖靈去提醒我哋嘅時候，求你讓我哋謙卑落嚟，去面對複雜嘅變化。主啊，我哋面對科技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轉變，我哋好想去追，但係主，我哋求你俾我哋認清呢啲，我哋唔係要去追嗰個科技嘅轉變，而係我哋要守住我哋作為門徒嘅身份，守住當中嘅核心價值，至我哋能夠讓我哋作為主耶穌你嘅門徒，讓我哋身邊嘅人去得着嗰個好處，得着祝福，去認識主耶穌基督你自己。求你去幫助我哋。多謝主，你俾我哋有一同去思考你自己話語，一同咧喺你話語上面領受。求你去將話語藏喺我哋嘅心，時常去提醒我哋。多謝主，你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多謝 Ben 傳道為我哋分享，咁點樣可以拒絕唔被呢個世界嘅價值觀去同化啦，同埋我哋要點樣去更新我哋嘅心態，去祝福別人。咁以下落嚟呢，有
兩樣祈禱嘅嘢啦。第一樣嘢呢，我哋要感恩，就係12月13同埋14號呢兩日嘅佈道大會，一共有呢30幾位嘅人士去決志啦。慕道者有4位，回轉嘅有16位。願主呢繼續去堅固佢哋嘅信心，讓佢哋喺唔同嘅事情裡面都可以經歷到神嘅同在，更加可以得到恰當嘅栽培，同埋可以喺真理裡面成長。咁第二樣嘢嘅禱告呢，就係紀念喺12月嘅呢一個聖誕節期裏面教會唔同嘅聚會啦。咁呢願意主去使用呢啲嘅聚會，同埋我哋每一位希望呢可以將呢個平安嘅喜悅嘅信息都可以傳俾身邊嘅朋友親人，讓更加多嘅人認識上主。我哋以下呢有1分鐘嘅時間，可以為到呢兩樣嘢一齊嘅禱告，之後我就會為大家結束禱告。慈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喺13、14兩日嘅佈道大會裏面，我哋見到有30幾位嘅決志者。多謝你賜予佢哋新嘅生命，求你堅固佢哋嘅信心，保護佢哋唔受到舊人或者惡者嘅影響。亦都祈求聖靈引導佢哋喺真理裏面成長，每日都更加認識同埋親近你。喺日常生活裏面，佢哋可以有屬靈嘅智慧同埋喜樂嘅心，活出信仰。亦都為到12月嘅聖誕節期裏面，教會唔同嘅聚會啦，有音樂崇拜，有兒童聖誕佈道會，唔同嘅成長班嘅慶祝聚會等等，都求神去使用呢啲嘅聚會，同埋我哋每一個，願主基督降生嘅福音可以傳開，並且將平安盼望傳遞俾我哋身邊嘅朋友家人，讓更加多嘅人認識主耶穌就係呢一個唯一嘅真神，經歷基督裡面嘅平安。我哋咁樣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以下呢係會有特別大會，咁我哋有請主席。